大家好啊，又係我香港人在福岡嘅社長 Benjamin。做日本物業投資同租賃管理諮詢，我最常收到嘅其中一條問題就係，我用全現金買樓，冇做按揭，咁火災保險仲使唔使買？我通常會咁反問，問題唔係你有冇按揭，而係萬一真係出事，將維修單或者賠償單開出嚟，你可唔可以一次過承擔？喺日本，持有收租物業，買樓係買入資產，物業管理係打理資產。而保險就係守住資產。好多人聽到火災保險，以為一定要真係發生火災先有得賠。其實日本住宅保險有基本保障，亦有保障範圍比較全面嘅綜合方案。視乎你買嘅產品同內容，除咗火災，亦可能包括雷擊、爆炸、颱風、風災、雪災、水災、供排水設備事故造成嘅水濕損害、盜竊同其他突發事故。不過並唔係每一份保單都包晒所有項目。至於地震、火山爆發同地震引起嘅海嘯，一般火災保險並唔包括，要另外配合地震保險處理。選保協會一，至於保額概念其實唔複雜，保額配得足，發生受保事故時可以處理嘅金額自然會比較充足。保額配得太低，即使有買保險，最後都可能只賠到部分損失，但亦唔係將保額寫得越高就一定賠得越多。損害保險係按實際損失、保險價額、保額、自付額同契約條件計算，唔會因為買大咗就可以超過實際損失獲利。日本損害保險協會亦提醒，如果保額低過物業應有價值，發生事故時可能無法獲得足額補償，但保額高過實際價值，亦唔代表可以得到額外賠償。選保協會二，如果係出租物業，除咗物業本身嘅保障，我反而更加建議業主留意第三者賠償責任、租金收入保障同家主費用相關特約。家主費用特約，好多人俗稱做孤獨死保險，佢通常唔係一份獨立保險，而係出租住宅保險入邊可以另外加入嘅保障。當單位發生符合保單定義嘅孤獨死、自殺或者其他指定事故，有啲產品可以按契約內容處理部分特殊清潔、消毒除臭、恢復原狀、遺留物品整理，以及部分空置或者減租期間嘅租金損失。不過要講清楚，唔係租客只要喺單位離世，所有費用就一定有得賠。事故定義、發現情況、單位有冇受損、賠償上限同保障期間，每間保險公司都可以唔同，一定要睇返實際保單。點解我咁重視保險？我想分享一宗幾年前收到嘅求助個案。當年有一位香港業主經香港方面嘅中介購入福岡一個出租單位，買樓之後租務管理一直外判俾日本當地公司處理，業主自己唔識日文，平時同管理公司嘅溝通亦比較有限。直到有一日，佢突然收到一批日文通知，文件入面提到火災、租客死亡、單位損毀同管理組合等內容。業主人喺香港完全睇唔明發生咩事，第一個反應甚至懷疑對方係咪想呃佢錢，所以佢第一時間揾我，希望我幫佢查下當地係咪真係發生過呢種火警。我翻查當時嘅公開新聞同事故資料之後，確認件事真係發生咗。原來正值冬天，租客瞓覺期間開住暖爐，暖爐燒着咗旁邊嘅被鋪，火勢之後迅速蔓延，租客喺睡夢中未能及時逃生，最終不幸喺火災入邊離世。業主自己個單位嚴重焚毀，火勢亦波及鄰近單位、樓上樓下同大廈部分共用地方。知道件事屬實之後，我第一句唔係同佢分析邊個要賠，我只係同佢講，你先冷靜，第一時間揾返所有保單同相關文件。如果你自己揾唔到，就即刻問管理公司有冇保單副本或者投保資料，我哋逐樣確認。因為重大事故發生之後，如果本身有配置合適嘅保險，就可以盡快通知保險公司，按程序確認保障範圍、保存證據同處理理賠。點知佢揾過晒自己所有文件，都揾唔到保單，再問日本管理公司，對方亦冇佢嘅投保資料。到最後先知道，原來呢個出租單位由買入開始一直都冇配置相關保險。過咗一段時間，日本管理公司安排師傅進入業主自己個單位，評估恢復原狀工程。由於單位經過嚴重火災，除咗拆卸同重新裝修，仲涉及燒毀物清理、煙燻污染、消毒除臭、牆身同地板復修，以及受損設備更換。單係業主自己個單位嘅恢復原狀工程，初步估價已經去到幾百萬日元，而當時仲未計管理組合完成調查之後，會唔會就大廈共用部分或者其他損害，向相關責任人提出修復費用或者賠償請求。更困難嘅係，當時正值疫情期間，呢位業主喺香港失業，自己生活同經濟狀況都已經出現問題。佢望住一份幾百萬日元嘅日文報價，根本唔知道可以點處理，
只係同我講：Benjamin，我連自己生活都有困難，邊有錢將間屋恢復原狀？呢個亦係點解我經常提醒海外業主，保險唔係有多餘錢先買，而係避免喺自己最無能力承擔嘅時候，突然面對一筆巨大開支。不過去到呢度，有一個法律同實務概念一定要講清楚：租客死亡而且冇保險，同業主最後有冇法律賠償責任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租客離世、遺產不足，甚至繼承人放棄繼承，都唔代表所有損失會自動轉到業主身上。同樣，火勢由出租單位波及其他地方，亦唔代表法律上所有損失一定由業主承擔。日本實務上，首先要確認火災原因，包括暖爐嘅使用情況、起火原因、設備有冇問題、有冇人為疏忽，同相關設備究竟由租客定業主負責。之後再按租賃契約、大廈規約、事故調查結果同日本法律分開確認租客、業主、管理組合同其他相關人士各自有冇責任。如果確認租客需要承擔責任，但租客已經離世，就會再確認租客有冇保險、有冇遺產同有冇法定繼承人。如果繼承人接受繼承，相關債務會按日本繼承制度處理。如果繼承人依法放棄繼承，或者最後冇人繼承，利害關係人喺有需要時可以向家庭法院申請選任相續財產清算人，由清算人處理死者債務同剩餘遺產。最高裁判所3另一方面亦會獨立確認業主本身有冇法律責任。如果事故調查顯示業主喺建築物設備維護或者管理方面需要承擔部分責任，先會按實際責任範圍確認業主應該支付嘅金額。如果業主有保險，保險公司會按保單內容同責任範圍介入。但如果業主完全冇保險，最後又依法確認需要承擔責任，相關費用就可能要由業主自己處理。如果各方對責任或者金額有爭議，一般會先協商，協商唔到，先可能進入民事調停或者訴訟。只有喺法院判決、調停、和解或者其他具有法律執行力嘅文件成立之後，應該支付嘅一方仍然唔履行，對方先可以申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可以涉及銀行存款、租金收入或者其他財產。情況符合條件時，亦可能涉及不動產查封同法院競賣。換句話講，唔係一發生火災，管理組合就可以即刻拍賣業主間屋，而係要先確認法律責任，再取得具有執行力嘅法律文件，之後先可以進入執行程序。最高裁判所4所以喺日本，保險唔係用嚟代替法律責任，而係當事故發生、損害出現，甚至法律責任經確認成立之後，由保險公司按契約內容協助承擔原本需要由你自己面對嘅風險。求助個案入面，最令人無奈嘅唔止係間屋燒咗，而係業主人喺海外唔識日文，冇保單，冇完整資料，仲要喺自己失業同經濟困難嘅時候，突然收到一份幾百萬日元嘅工程估價，一件本來已經非常沉重嘅意外，因為事前完全冇風險準備，令業主連第一步應該點行都唔知道。相反，我哋亦處理過另一宗漏水事故，有位業主嘅單位因為熱水喉老化破裂，熱水向下滲漏，影響到樓下幾個單位。但呢位業主一早已經配置咗比較完整嘅住宅綜合保險同相關第三者賠償保障。事故發生之後，我哋第一時間安排止水，聯絡大廈管理員，保存現場相片，確認漏水源頭，再按保險公司要求整理事故記錄、受損資料同維修報價。最後，保險公司理賠大約472萬日元，主要處理樓下同鄰居受影響部分，以及相關修復費用。但引發事故嘅熱水喉本身係因為使用年期同老化需要更換，呢部分就仍然由業主自己承擔。業主最後自費大約40萬日元，完成自己單位入邊嘅熱水喉更新工程。呢兩宗個案正正反映保險同維修係兩回事。保險主要處理符合契約條件嘅突發損害同賠償風險，設備自然老化、耗損同本身應該更換嘅喉管或者機器，一般仍然屬於業主自己嘅維護成本。簡單講，保險處理事故造成嘅後果，而業主要處理造成事故嘅老化源頭，兩邊都做好，先係完整嘅物業風險管理。所以買日本物業之前，唔好淨係計售價、租金同表面回報，管理費、修繕預備、空置、設備更新同保險，都係長線持有實物資產嘅正常成本。保險亦唔係買一次就永遠唔使理。物業由自住轉出租，完成大型裝修，保單到期續約，或者管理公司更換，都應該重新確認保險公司、保單號碼、保障範圍、保額、自付額、
同續保狀況，最少要知道自己有冇火災同風災保障，有冇水災同漏水水濕保障，有冇另外配置地震保險，有冇第三者賠償責任，以及出租物業有冇需要加租收入同加注費用特約。做日本物業投資，買保險唔係因為你預計一定會出事，而係因為冇人知道幾時會遇上一件自己根本冇能力一次過承擔嘅事。真正嘅風險管理唔係等事故發生之後先諗點解決，而係趁未出事之前已經為自己保留最後一道防線。真正需要保障嘅亦唔只係一個單位，而係你多年累積落嚟嘅整體資產同發生事故之後仍然可以冷靜按程序處理問題嘅能力。作為一隊喺福岡紮根第8年，目前管理緊約400個物業單位嘅在地持牌團隊，我哋一直相信真正嘅安心來自清楚交代同做事有程序。我哋以香港人嘅清晰同效率，配合日本在地對規矩同紀錄嘅重視，陪業主穩妥處理每一步。為咗令管理更透明、更易查證，我哋全面採用電子化管理模式，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業主專屬租管系統、WhatsApp 管理群組同 Google Drive 雲端文件備份。業主可以隨時登入系統查閱同下載每月收支結單，重要文件同溝通記錄亦會雲端備份，方便日後核對同追溯。而管理群組則會喺辦公時間內就單位事務作即時通報，令資訊流轉更快更清楚。如果你對日本文化同福岡生活有興趣，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香港人在福岡。如果你有任何關於移居福岡、旅居自住、買樓收租或者物業管理嘅疑問，隨時 WhatsApp 聯絡我哋。我哋下次見，拜拜。